都不可對成敗保證。如無數事情，人真正需要什麼？靠試錯來驗證，真正在意停下便看清。回憶裏住了誰？相親好友、同學、伴侶，曾經答謝過誰？幾多擁抱仍在心裏，為何有顧慮？時光太短，抱憾很長，每年又添一歲。勸你珍惜所愛，趁未有失去。經太多改變，總更易眼淺。望有伴抱起寶寶那一刻也心甜，各有路程發展，都盼誰